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大家共下来研究客家诗言白话语文研究第17密集有10篇文章。今日嘅重点是上用破音诗用260诗第3部分哈。课文141对照6页第99篇，提供本各位乡亲大家共下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地图里嘅。一个破音诗到底係有一重要嘅安尼哈，希望各位聽眾各位同鄉大家呢，就嚟研究一個破音詩第7個部分啊，第一個這個做啊少那個數體呢個數冇條數平嘅，一個第一個音呢，這個照啊，數體那個前腔嘅。東西，聽語呢，讀書有照同珠嘅兩音嚇，一個東西呢，就係相當於我哋通常所講啊，線索嘅聲音數講數哪嘅啊嚇，聽語來往嘅往，讀往啊，而嗰時呢就是講往神，聽語呢就是講。就是前段頭白是這樣的哈，講語就是典故的意思，典故啊呢，所以一個往事有兩音，一個是往，一個是講嘅音。第三，心結的心啊，一個就是講啊心撇啊，一個身體，一個脾氣嘅身體就是講脾氣，聽語呢這個。西安相就是本質，一個人嘅本相是樣嘅嚇，本性本相是樣嘅嚇。第四，這個招呼的招啊，招就是招呼嘅意思啊，招呼攝合。第二呢，這個只有腳走音嘅嚇，這個走音這個糾察對糾察嚇一個意思啦嚇，對走同照嘅兩音。第五呢，一個那個皮是做挑數平嘅，一個這個皮都分開來啊，皮葉嚇，這個。有人講皮馬帶好嘅皮一個啊，說服情人嘅上司啊，聽語是撇一撇嘅撇，條數本就是個皮絲啊，一撇開了就是兩隻嘅張開了，兩隻一撇啊。第六，這個拍就是打為拍的用手拍的一個拍啊。拍聽拍回聲啊，聽語呢就是八看臉八數拍位哈，數拍位拍紅的啊。第七呢，條數平過一個出去出自惡轉啊，就是講通常人所講嘅落轉是指物的啊，物體方面。落呢就是那個優劣的劣讀落轉啊，聽語嘅音呢多惡讀嘅讀啊嚇，落轉惡讀冇相同啊嚇，強則是冇強音，一個都讀惡讀，當然就個查啦嚇，個查一個落轉都是物個查唔冇安尼嚇。第八，地多一地安尼嚇，地抗嘅地，聽語呢多愛大嗱，大就是數量下大意哦，大日頭哦，大，好，地抗嘅地有地抗嘅地同大，拿雜位來大嘅大，嗬，第九嘅拗。有數本那個幼稚園嘅幼，加上條數本嘅拗比團
熬不断，熬到诶就是直到牛爽诶那个牛爽。天意呢熬，一个一头熬这个熬是熬用嘅则是，但是由于严丝品嘅熬丝熬嘴都潮嘴的潮嘴。第十一个补头的补就是补头的补。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来讲啊，它辅正它辅正校正的意思搞正的意思。第十遍汪也就是呢这个汪汪就一头念汪安啦汪呢姓汪的汪，所以有汪安弯咯弯同汪一個音一個第十二容易嘅容易嘅一個有很多高熱的熱有熱一個音容易嘅同熱一個音。再看那個我是一個條我對我也就是不硬嘅硬也就是有講我聽我嘅我那個呢昂頭那個昂頭寬一個意思，也就是有我聽我嘅我一個另外一個呢是昂嗰個頭那昂嘅意思第十四爬琵琶嘅爬有到爬書爬嘅爬有爬同爬一兩個就是兩個音。第十五子那個荔枝好容易講咯荔枝一個聽音呢幾幾條數一個幾條嗰個人講幾骨呢佢好身材佢好幾骨身材佢家非常的好。第十六是那就樹林嘅意思就前面那個有嘅那啦，山東講嘅竹那開那位蓋那位天意呢林一件嘅香一個都突那都林佢就看東西。第十七閻王那個王就閻王嘅王木視頻就王師王眼的土眼嘅意思冇個囊都白白的灰掉拍做嘅啦古書人咁執佢拍行嘅18個舌分析的舌一個也就是有另外一隻是呢殺一殺嘅殺破壞一殺嘅殺一個舌同殺嘅兩個音是一舌一殺兩殺嘅一個分析是有舌同殺嘅兩音。第19末呢有另外一種寫法，就是胡黑的藍黑的胡蘭是在末同胡蘭一個另外一個事情啦一個末黑就是肉類嘅方面按古嘅胡同蘭有冇相同胡就是沒水，蘭是有水末黑都不重不重。第二呢就是末就是大有人講哪古的末必須末大嘅啦是一個就末同末兩音。第二是沙那熟沙嘅沙熟沙嘅沙防沙嘅沙也就遵從自家嘅所在，唔係講改好安尼啦客氣話沙很沙嘅沙第二呢沙一個阿沙公子嘅沙有嘅就是阿沙公子有錢商人嘅來阿沙公子
好，我哋再来看第八段，一尸两言的破音诗啊，第一个说奶，奶就是唔是讲啦，泥土啦，奶哈，叫做奶。奶乜嘅意思呢？佢昂嘅意思啦，奶哈。一个你呢，就是讲啊，个另外一个音头啊，个基尼带水啊，也叫做你哈。那你按做头前嘅时呢，读 no 好，第二呢就是讲摄呢位摄一个3点水嗰種世界嘅詩一個是同另外一隻詩呢相同。個攝 攝流出去滲漏出去，攝流出去第三，一個真知嘅知，真知真理百出此理嘅此也冇相同嘅此同知也有了真知此理也有兩個兩義嘛，此理是管理研究嘅意思。第四呢，破我哋寫上課嘅破要破咩第二呢，泡溪水泡嘅嘅尿泡嘅尿泡嘅就膀胱尿泡嘅3點水個泡嘅一個破同泡嘅兩個字。第五呢，爭嗰度爭上爭辯論嘅意思啦，爭天下爭皇位爭皇位，但是有人讀爭爭勝利做勝利嘅爭勝利爭冇爭差嘅爭冇爭差就一樣相同嘅意思。第六呢是木就是一個熟東西熟木嘅木草嘅木一個木草熟木呢嘅木。第二呢是木一個木草嘅木草本牛羊式嘅草木草一個有木同木嘅兩個。第七，知道的知有講知知道不知道致富冇讀地富地富致富資本冇讀地本資本這個資本讀資。第二個呢，地就是曉得嘅意思啦。地這個地那個地就是明白地的第八，可問空天空聽當過天空。另外一個呢就空神也個重要父母含片懷孕就按照空神空神唔係單神好，第二呢就是扛可安扛可問空這個扛同空兩個音好，一個就空同扛。第十，這個狠就是許可的意思唔狠狠唔狠欠有讀欠欠相同就記得欠唔欠狠唔狠嚟一個一屍兩言嘅部分第八已經結束嘅非常感謝大家。一個圖地圖裏有寫嘅結公相打相對相楊家相鬥國對國君王相打爭天下，阿妹相打爭老公。楊家就是公羊公嘅一個有兩個幾個出嚟個開莫對眼太厲下一個口字旁一個聲音詞冇讀嗨讀河讀有數別嘅海字嘅海一個第二呢一屍三言嘅部分第一段呢，我哋看一個
一张是有3只字母，来看看哪是呢？一个是减，冬减的减，个兔子含有一种那个减米，减米，那个减米表现。另外一个呢，夹，拍头功，那个是湖南数字讲，湖南数字夹，安尼话，夹就讲剪，G E up 夹，夹，个一 up 夹，个一 up 夹，那个夹就是涩的样的第3呢就是尖，个尖，那个亲像人头摆个药个就阿不多有尖苦涩的样的尖，这个就食药个来讲头摆阿不多这个药个药款好，听伊讲上下个下就是上的相反降下来在后背的意思，下方嗰度下講下，再下來下一個就下同下來第3呢就下降落的意思，就下一百個下一次。第4中子翁中一個四面八方的中間一個做中人就是介紹人啦第2中我以為所錯到嘅唔中庸唔中庸子翁中唔中庸中嘅就形容個準中嘅嗰兩個東就是中央故意東啲東昂嘅東中央就是東昂再講一遍中個中間的中有中同中同一個東嘅3音第4本就分東西分不會是這些解釋之中會用到國語方言請大家多了解一下這個本就是給人家的意思，本事就開始了。第2呢分就離開我個分別的意思分享唔會分享也就罵人嘅傾向能夠辦事第3呢就是分我有分嘛，全體的部分的分也有本同分個部分的分也就是第5呢就是比較的比較比將就是好比的意思。第2呢個批評就是講強下嘅意思附帶嘅啲所在。第3呢都白錯兩公婆白錯白好，也就是有批評就是個白嘅意思。批評白有3音第6一個幾個口一個把嘅把喇叭嘅把還有個把中上字爸什麼不能個也是你安尼話什麼一個把下腳一個就把下腳。第3呢八張身舌的八點就紛掉落下來個多東西都跌下來，一個口試就八試有咗把喇叭嘅把不八下嘛嘅八個第3呢八再叫做裝身舌八點第7呢一個
立正的正，那个才是那个正的适当的当啊，那个真神物，真神物真的呀，嘎个真，读长，字安长，听呢就是做个行长啊嘞，行长啊嘞，不长呀的长，长呀的长呀，长呀的长。第三呢，章，章啊，章好，一个立正的正有正同章同章，章嘅三个音。第三第八，合作嘅合啊，嘅就係就有夾過來就非合在一起講啊，用夾10公分嘅夾，3夾水嘅夾和3夾水唔係山河水啊第二呢，合就是開嘅相反，就合方嘅啦，減方嘅啦那個合上，是阿哥看到些冇安講，合上，心衝衝的一個意思。第三呢，夾個夾夾意夾意夾心意啊呢，一個合有夾合同一個夾夾有個夾另外一個夾啊呢第九一個吃東西的吃也這個呢，也個有屈口屈口字就口屈屈準口屈個激棍手上激棍吃笑所話了激棍啊呢手上呢另外愛食飯啊吃虧ยังไง講呢吃虧也得吃也得是呢都可以吃第十老師的老第這個老這個一個那個老啊老胡啊冇格一個老呢老胡啊冇格一個老啊呢老嚴重嘅意思老師老一個老師第三呢老叫做老虎嘅老虎同老虎老所以老師有做老師老同那個老也三音第17行路嘅行有行路嘅行嘅一個音第二個呢行一行兩行嘅行第三呢係輕嘅的輕呢輕所以即講到一個彈弓就係講到講到要行輕行三得四個成立點名行輕行三得四行行輕行好第12就是第這個同愛嘅第二人稱嘅到嘅到你啦一個你要同你一個另外一個音你也有三音嘛你嗰個你一個你愛是乜個意思呢你我你愛就形容上講話唔清楚你愛第13拿就頭拿嘅拿那裡的那就頭拿嘅拿但是有人用下松林片按那個樹木嘅林那個頭拿又同拿一個音這個按呢拿用嘅按呢拿個拿幾毛拿幾好一個拿嘢就說要講拿同拿幾咩拿
很亮晶晶啊，拿起嘛哈。第14，一个吃到东西不是吃到的吃啊，吃一物吃就是吃到的东西啊，现在个吃硬，个吃硬，一个可以啊夹啊，个吃，吃一啊吃，吃东西的吃啊，一个吃屎的吃啊。第3呢，吃到的吃啊，吃到一个刺刀的吃啊，吃那个吃探的探。好，这个14呢，吃有一个吃到的吃，嗰個呢一個吃屎的吃。第3呢，吃一個同吃到的吃哦，一個第5呢，拉東西的拉，來哦，來勝利哦，都幫勝利的意思哈，來，啊，頭前個來上來的，上來的就上大唄，上來的啊上大啊就上大意思，來就是來鳥的來哦，就拉哦，這第3呢，let's set 哦，let's up 東西混雜不出那些，佢拉lap。這個拉呢有3音，就是來同來鳥的來同 lap。第16，明天的明，也就是呢，有講明天的明就清清楚楚的意思，明麼一樣明就是明年，明年就是明年，嗰個明年哈。一個有月亮3音嘛哈，明哈。第17，一個斬啊，招怒人家的意思哈，接球那個斬水點到水的點，3點水個斬，點到水的點，同斬水哈，嗰個疊啊。疊白就是水量貴些不滿的意思，疊白也聽方言呀。第18，跌就是我的，就是跌。一個80呢，的確係，的確是啊，一個目的的跌啊，一個得啊達啊，答對，答對嘛，答對，確確實實正確嘅意思，答對的對啊，的對。第3，都要跌你講嘅跌，另外一種寫是挑書篇，就是我的嘅有書篇啊，跌你講嘅跌，好，我的有跌當嘛，哦，的確係啊。第2呢，都啊。答對的答，都要跌你講嘅跌啊啦哈。好，20，糾察隊的糾啊，糾察，一個糾緊就講糾緊咯，有兩實事哈。糾察隊的糾緊啊，亦頭都講啊糾正人家吧，個第3呢，糾纏就是個定嘅意思啦，個纏哈，個纏，好，第21，晴啊，也都文圖個包青天嘅晴，好，也就是包青天嘅晴，唔係包青天咯哈，包青天啊。第2，就這個吃一樣槍啊，沒得槍啊，槍射的手，槍殺啊，第3呢，這個槍出槍有錯為咪啊，這個出槍哦，啊，出槍嘅殺過啊，我抄車步，出槍嘅殺過啊，出槍哈。
好，22，一個有個會堂冇見讀過啦嚇，必拜一個方言啦嚇，一個做5年嘅東西拜，也係5年嘅東西這拜，後來用這拜媽拜，嘅面向方面嚟講，一個乜嘅拜就後背就講新嘅意思第三呢，別相同嚟講，別咧，即係講別嘛就是唔會限制嘅新像種牛一樣嘅豬嘅唔會用嘅就講別嘛好，第三個初四大下做個類似嘅妮妮就是很小妮妮嘅別配音就講妮妮嘅形容很細小，妞嘅妞嘅好有講妞嘅跟義烏相嘅是叫讀義，但是他講有變讀女義好一個初四吧妞嘅個妞有讀妮妮嘅讀優而相嘅優。第24，顏色嘅色，也就是一個叫做紅油嘅油，讀油讀報嘅時候讀油一個顏色嘅是愛色群眾嘅主張顏色。第2呢，油就是一個另外一個讀報嘅時候用到紅油，唔好講紅色水顏色嘅水英語說講話話就講有思想嘅一個有思一個兩隻是水有勢有3個。第25，法律嘅律就法律。第2呢，律言律是個言。律第3，律就是冇清腔嘅意思律不又有一個音。26，活動嘅活挖開啦開朗嘅意思，活第一個開朗，心肝挖開心肝挖開好開第2，發成發的發成出，一個人講咧，一個種蔬菜就講發蔬菜，有人講種蔬菜、點蔬菜，這個發蔬菜發種第3呢，挖神通發達的意思挖神就是活生生的挖神。好，第27，説也就是呢，可以講説了個説個説同説個水果會説出來佢會説咯，也就是説水嘅説個説個攝了走出來水攝水嘅攝。好，我再讀一遍，叫做攝同攝會這個攝攝同攝樣攝了攝水第28，互相嘅相，也就是呢就講互相嘅相大相冇到相上上下上嘅上嘅數嘅上上上嘅下上嘅上，冇到講相互相在相相貌嘅相，也就是有3個，第一個就相，一個相大啦一個嗰度相族相嘅相，第2呢相為相貌嘅相，相命嘅相，
好，另外一个呢29，管个有安管，管也就是呢，也叫做同中个天语个见，又就右边突变突见，可以想象只看个意思天语呢，见可引见，也想象嘅意思。第30，研究嘅研，研究和研究，一個唔是講大家都知啦眼同研兩個字苗眼和一個另外一個字，我哋讀一遍，眼。個참好咯話研究眼背面眼背面也可以眼要第33眼展個眼展一個年輕眼展的眼研究嘅人長不大到個寫來寫咩就講不太都講這樣研究嘅眼展的展個時事片做上面知識所以一個大家對研究嘅破音師真唔會忘係填表係一個東西而且圖度裡講屈準科技呢我講咯扣屈天語呢個激棍，所以呢那個劇要當劇棍咯，劇棍咯，也劇開，吃虧叫做劇虧，一個聲音呢，燒激棍咯，個好受用，所以好受用就是做成複氣嘅字啦，但係個連音字。像大家多研究過嚟連音字也音咩啦，越來越咩呢嘅八個音有1聲2聲3聲一個第4聲有個4聲一個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多嚟練一個連音字本音呢就是只有韻母音像韻母冇加這個聲母個叫做本音師，以上呢時間的關係就講到這個希望大家感謝，再見。神夢按知識由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